兜一杯水上嚟，我係講呢樣嘢，唔好講呢樣嘢，唔關事㗎，兩回事嚟咯，唔係你死嘛，唔係你食嘛，因為唔係你食嘛，你食啊，你死一次講嘅啦。各位觀眾，又有自私巴士乘客出現啦！件事發生喺禮拜二朝頭早，當時落住雨，九巴260B 由屯門出九龍，途經風景園站嘅時候，有位市民就俾呢架巴士濺起嘅水彈濕背脊，即刻衝上車理論，話自己有皮膚敏感，仲要求賠償添。當時係繁忙時間，有乘客就忍唔住出聲。如果企喺度嘅，我帶頭支持啊！冇錯，你知道你死。我低你個名，我低你身份證，我低你地址。唔該你講翻佢啦！入緊呢架車，有咩人，有乜嘢選擇？為你是但，去揾啲投訴，得唔得？揾啲投訴啊！佢哋係你啊，係你啊！我話嗰次係你啊，你諗清楚。結果就因為佢一個人擾攘咗近20分鐘，全車人要轉搭另一架巴士，仲阻住其他巴士埋站添，呢鋪真係佢自威咯。